敏選盧醫。周朝時候有位孝子，姓敏，名選，字子軒。佢幼年嘅時候，母親不幸早逝，父親又娶咗繼母，繼母陸續生咗2個孩子。後母好厭惡敏選，冬天嘅時候，俾自己親生嘅2個兒子着嘅係厚暖嘅棉絮所做嘅衣裳，俾敏選着嘅衣裳就隨便塞一啲野地嘅蘆花，一啲都唔保暖。有一日，父親叫敏選替佢駕車，寒風吹襲住敏選單薄嘅身軀，身體都凍僵，唔聽使喚啦。一個唔小心，牽車嘅皮帶跌落，而且勾破咗外衣。佢嘅父親剛開始好嬲，後嚟察覺兒子着嘅棉衣裏面竟然塞住蘆花，全身凍得瑟縮顫抖，心裏面知道係乜嘢一回事啦。父親一怒之下就想將繼母休掉，但係人口嘅敏選卻對父親話：母親喺度嘅時候，只有我一個人受寒，倘若將母親休咗，我同2個弟弟就都要孤單受凍啦。父親覺得敏選講得好啱，亦就算啦。佢嘅後母亦好感動，感悟懊悔以前嘅行為，從此對待敏選就好似自己親生嘅兒子一樣，疼愛有加啦。孝哉敏子，衣勞寓居，感父救母，千古令譽。敏選，字子軒，早喪母，父娶後妻，生2子。母惡選，所生子衣棉絮，而衣選以蘆花。父令選寓居，體寒失忍，父察知之，欲續後妻。選啟父曰：母在一子寒，母去3子丹。父善其言而止，母亦感悔，是選如己子。